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5月28，旧历的闰4月初6，礼拜4。因为方面的影响，这2天全台湾变大雨，尤其是针对整个西半部的地区，气象局特别来发布着大雨特报，嘛要排除有局部的大雨，也则是豪雨发生的几率。提醒乡亲都要注意雷击、强阵风、甲溪水涨大水。这款的天气的形态，一直到拜6才会改变。 雨遐尼大，雨雨伞嘛无较抓，全湿了我的脚，鞋子、裤子全部都湿掉。规身躯澹漉漉，裤拢会当钻出水来啊！鞋仔嘛澹起啊，真正是狼狽，拢是因为梅雨方面来的关系。平地都会地区的雨呢，在今天白天之后，中南部应该会逐渐缓和下来。但是北部地区因为受到东北风的影响，再加上水汽比较多，预计今天白天的北部的雨呢，还是会有一阵一阵持续起的情况。 气象局嘛针对西半部地区发布大雨特报，彰化县、云林县、高雄市部分地区拢会落雨，累积到11点进前的雨量，甚至超过100毫米。高雄大寮地区袂少所在路面拢有积水的情形，甚至有部分的路段积水已经有半个脸遐尼悬，天气要到拜6了后才会较好。那礼拜6之后，锋面逐渐的远离，那天气的形态上来讲，会是以多云到晴，有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为主。那要特别提醒的，礼拜6之后，在中南部地区呢，除了午后雷阵雨之外，其他的时间也可能有短暂的阵雨或者是雷雨。那这点也是要提醒中南部地区的朋友要多加的注意。 拜6雨势都无遐尼大，北部地区还佫有机会当看到日头。这几天雨伞雨满，要会记早出门哦。